古老么子吃起来，我都自己给他们。不自信吃呀？我嘞，告诉熟客家，估计后个，估计还摸到一路，肉肉的过忙去个脚，告诉熟了客家。好。你看，个腰都弄到多了，啊，你还能多吃那么多，都是喷开了。三三，过来脑子的大鸡血。3个200路子，你搞对着。搞对了都这不靠，都这么背了。你别笑。